再来看亚洲杯女子骹球赛伫咧澳洲举办，拄好就去撞到美国甲以色列空袭伊朗。伊朗的队员即马就去用点名做记号，讲因是叛徒，安全受到威胁。目前已经传出讲有5个队员已经伫咧澳洲的安全处避难。 伊朗女子骹球队伫亚洲杯比赛互人淘汰了后，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伫澳洲黄金海岸的饭店，看到一场戏剧性的景象。几个球员伫甲活动人士谈话了后，离开大厅。无偌久，包括翻译甲教练在内，等第二组人看起来真惊吓，总入去饭店，了后佫返去到家己的房间。消息人士表示，有5个伊朗的查某球员已经伫澳洲一笪安全处受到警方的保护。一个毋愿签名的球员家属表示。 因计划申请庇护。初8礼拜，伊朗查某骹球队甲菲律宾小组赛0比2踢输了后出局，支持者烦恼因的安全，伊朗侨胞伫路边迎接球队坐马术。 迄天比赛进前，伊朗查某骹球队有同齐唱国歌。6天前，也就是初2小组赛头一战对着韩国，因拒绝伫比赛前唱国歌，互半官方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讲这是战争时的叛徒，刷了初5对战澳洲，伊朗查某骹球队有唱国歌而且行礼，这引起澳洲人权活动人士的烦恼，认为因可能受到政府的威胁。美国总统 Trump 初8伫真实社群答文表示，澳洲已经同意提供部分伊朗查某骹球队员庇护，而且其他的队员当时退房刷落来要去倒位，返去伊朗也是飞去第3国，这拢无清楚。中东地区因为美伊联军甲伊朗的冲突，地区伊拉克领空拢关起来。原底30日伫墨西哥举办2026年世界杯洲际附加赛受到困难。伊拉克教练阿诺德烦恼球员甲工作人员无通去到墨西哥，恐惊会失去争取40天来头一届晋级的关键机会，呼吁非法甲比赛延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